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了钱生意无人做，抬头生意有人做。伊的意思是，生意人为着要赚钱，甘愿派着违法的风险，甚至有性命危险，嘛要做这摊生意。徛伫生意换生意的立场，无人会愿意做了钱的生意。比如讲，咱若看到同款的物件，伫即间店头买较俗，头家讲伊是了钱在卖，实际上伊无的确会了钱。规间店的物仔遐尼济，小可暗来扯去，掠长补短，要趁偌济，算盘早就叠好啊！了钱的生意是无人会做的。抬头生意伫咧即个时代，讲的是倒脚生意，有的是真正违法，有的无的确违法。毋过，煞是伫合法甲无合法的中间，总讲就是真含糊的分界。因为有真大的利头，看怎就是有人要撩落去。奉劝大家，要做生意赚钱，一定要找正当合法的头路，若无是赚会到，食袂到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